社区老宝贝热情带动，但市第4个私募银行银控分行28号正式成立，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、小桥党代言机、新马单位校务协进会以及这位议员等面代拢到见证。OK， 这3、2、1，请揭台，欢迎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实务干事长永康科长。过去一新兴企业团体，或是个人都会捐赠物品来送祝寿。不过现在成立私募银行以后，将所爱心物资汇集，不管是食的还是上届实用的物品，都互需要祝寿家己来选择，将资源做上好的分配。市长黄伟哲会后嘛实地参观，而且将翠安上架，希望将照顾政策落实一间一间开，后民众方便来领。许多社会上比较弱势的人，他其实他需要的东西，有时候他需要跟我们想要给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透过食物银行的这样的一个部分，可以让物资得到最好的应用。不会说我们配给他，因为他放在他不需要啊，他放在家里。放到坏，放到久，变成垃圾又清出来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，我们项目协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，配合我们社会局的努力。看我们这个小小的校母协会，我们真的发挥了那个小校母的精神。虽然我们很小，但是我们为需要而做，为需要而存在。别人不做的我们做。政府甲民间合作，共同来服务祝寿，对108年一直到今年3月为止。但市成立5个爱心银行的实体店面，甲6位合作的分行，受帮助的总共有14万6700多人次。当然新闻估计采访过的。谢谢。